再来，咱同齐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水气减少，淹过各地透早也是同款较寒。气象署有继续针对咱全台湾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。咱同齐来看分图。寒流虽然已经小可减弱啊，也毋过回温的速度无啥明显。各地头今日透早同款是真寒。气象署有继续针对全台湾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。其中，伫苗栗、以北、宜兰、金门低温有机会无到10度。温度的方面，伫北部高温今仔日是14度至17度，其他所在高温是18度至24度。第二时的时会感觉较舒适，啊，毋过早暗较凉冷。中南部早暗的温差嘛较大。日时开始水气减少，新竹以南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，也毋过伫遮方面的所在云会较高，亲像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、恒春半岛、大台北山区，拢有局部短暂雨。拜六礼拜水气阁会小可增加，也毋过无亲像进前遐尔寒。